真欢喜，咱搁一届到伫上帝圣殿做伙来敬拜俄罗斯。虽讲早起是外口落雨，但是愿感谢上帝，互咱平安到伫教会，伫遮三甲自节。特别今日早起非常的特别，咱有一群小朋友，和咱伫遮做伙敬拜俄罗。愿上帝赐福伫咱的教会，特别伫咱的囡仔，伫咱遮的小朋友身上。也愿今仔早起的雨师，无论大人，也是和遮的细囝，拢做伙用咱的心，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伫今礼拜开始进前，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搁一届安静咱的心。也拍开咱的心，咱做伙来听主要教示咱的声音，听主要伫阮的每一个人的性命所教导的声音。我今日早起4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真实甲咱的上主来相拄，有好的关系的结连，也搁一届领受对天属天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咱做来唱这条诗歌，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安耳空听主声音，轻轻听，伊咧轻轻听，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轻轻听，轻轻听，我要。雅各书第4章第8节讲，要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恁。当咱早起时来到教会亲近上帝的时阵，也相信咱的上帝，也搁一届和咱三亲近，将伊的恩典降落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第一项代志为着咱家己的心来准备，伫早起时准备好咱的心。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伫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俄罗伊。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做开喙，着家己的心的准备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来到主你的圣殿，做来敬拜俄罗伊。咱们为着
过去一礼拜，上帝伫咱生命当中，伫咱的家庭，伫咱所经过一切，拢有主的保守，咱来献上咱的感谢的祈祷。感谢你。大无这生命的主宰，伊是大无这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叹主的声，伊是大无这生命的主宰。我的无这聆听我的声。所以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为着咱教会的牧师，为着教会咱的长职，为着咱的同工，为着咱的区长，为咱的小组长，为咱每一个团契的首长，为因来祈祷，求上帝开咱甲伊三甲地地，伫教会推动的任何事工，拢有上帝开咱甲因三甲地地。咱做为着咱教会所有的同工，咱做开出来祈祷。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甲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求上帝保守，求上帝看顾，特别伫这个不安的年代当中，放着伊的平安，甲伊的喜乐，伫咱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甲每一个家庭当中，那么开出咱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献上咱的祈祷。圣经的箴言第3章，伊特别讲，要专心倚靠上主，唔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做的，拢要尊重伊，伊会指点你的路。我相信，伫咱的生命，伫咱人生所经过每一条路，当咱愿意跟对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将迄个正确的道路来指引予咱。无论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伫咱个人的生活。相信当咱将上帝放伫第一位的时，相信上帝就会将这正确的道路指示伫咱的生命中。咱继续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咱教会逐项的事工来祈祷，嘛特别教会最近在推动侪福音的事工，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为着各团契、各小组在推动的事工，特别感恩节要到啊，圣诞节嘛要到啊。为着遮侪的事工来祈祷，特别为着遮个囡仔，为着遮个儿童，为着遮逐礼拜在服侍的老师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因，嘛互因真正伫个细汉的时阵，真正找到人生的道路，真正将上帝放伫因的内心，成做伊一生的救主。咱做开喙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特别为着咱儿童事工，为着咱教会当中的细囝来祈祷，咱做开喙来祈祷。
志来祈祷。伫诗篇91篇15节，伊讲：伊求叫我，我就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同在，我要解救伊，互伊有尊严。最后，咱为着你所在，无论是你的厝内的人，还是你的朋友，还是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为着你所关心的，你知影有需要的这兄弟姊妹，做伙为伊开喙，就做伙为伊做守望的祈祷。咱做为着这你所在需要的人，为着伊来祈祷。我的保证，认知我的声。咱做来祈祷，万款的上帝啊，你真是阮的大牧者，真正是阮生命当中上好的牧者。你引带阮每一项伫人生的道路，虽望有经过关山，虽望有经过死荫的山谷，但是阮永远无惊灾害。因为你是阮生命上好的引带，当阮相信、阮专心倚靠你的时，专心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阿乐你的时，你就搁一届带阮到伫迄个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享受甲你同在迄个水搁甘甜的滋味。求水帮助阮，就阮早起的祈祷，就阮早起的敬拜献上互你，甲阮每一个三甲伫地。也当阮每将伫遮甲你伫遮三角自治的时，你就将你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降落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免。这是我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你的事为站起来，咱做拍谱啊，来俄乐，来俄乐咱的上帝。用这条诗歌，咱打自治，做来俄乐咱的上帝，咱做拍谱来唱。咱打自治。可曾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受高名的开来，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来，逆境而来，你安排阮通行着做袂他错。天路咱打自治，咱打自治日日无可能敬拜，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受赐高名的开来，引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而乐，逆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着回回他的，顺境而来，逆境而来，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搁一下对头来唱，咱打自治，咱打自治，日日无可能敬拜，
阮拢知。每一日你拢守住老命的归来。因带我行新新的山路，顺境而乐，逆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人行着回回他头，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摊行天路，顺境而乐，逆境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人行着回回他头，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大家对出来讲，顺境而乐，逆境嘛而乐，顺境而乐，逆境而乐。你安排阮通行着回回他头，顺境而乐，逆境而乐。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我欢喜顺通行天路，是上帝顺境阮而乐，逆境阮而乐，因为你安排阮当定着。是啊，所以主阮的心来而乐，来欢喜，来称颂你的名。咱搁来唱，我的心嘛，你着欢喜出声而乐耶和华，用真心坚强的信心而乐伊。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你的地位大权力，咱打着而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而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所以的真心。我的心就欢喜出声，我的心嘛你就欢喜。咱打着而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而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所以的主。更加对出来讲，我的心要而乐你，我的心嘛你着欢喜出声而乐耶和华。用真实坚强的信心而乐伊，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智慧大权力，咱打着而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而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所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而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所以的真心。更加对出来讲，哈利路亚，你是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得奖了体为爱来感谢。我灵而乐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所以的真心，你是创造万民的真心，你是创造万民所以的真心。来用咱的歌声，将荣耀、将荣光归于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咱伫遮欢喜唱歌而乐咱的上帝是因为上帝也要看将伊恩典降落伫咱的身上，通互咱会当三脚自执，而且欢喜唱歌，用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伊的面前。若是上帝的保守，若是上帝的恩典，咱无这个机会，也无这款何等大的恩典，通伫遮。特别含遮的细囝，含遮所有的小朋友，做伙伫遮三脚自执，这是上帝的恩典。不只是互咱教会上大的恩典，
也是互每一个家庭一个上大的恩典，拢是耶和华祝福满满的恩典。咱做来唱这条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面土沙，恩典慈爱伊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为了称颂伊名。永无错，残中的美景，无念过笑面；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受受真欢喜，好地上花的假时，献出。天堂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面土沙，恩典慈爱伊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为了称颂伊名，永无错。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面土沙，恩典慈爱伊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为了称颂伊名，永无错。耶和华祝福满满，邀请你举起你的手，啊，咱的囡仔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亲像海面土沙，伊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为了称颂伊名，永无错。为了称颂伊名，永无错。为了称颂伊名，永无煞；为了称颂伊名，永无煞；为了称颂伊名，永无煞。这是咱做来唱圣诗第506首，拜上帝的囝儿。
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这早起时，阮教会所有的小朋友，你所疼的细囝，来甲阮做伙引带阮敬拜你。主你爱阮，爱回转亲像细囝，单纯、虔诚、仰望、倚靠。主啊，愿阮今仔日所有的小朋友因所带来服侍你的精神，也成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较大的鼓励，以及对阮大大的安慰。愿圣神伫阮中间，通过这细囝，甲阮做伙同心聚会，互阮领受到天顶来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主，阮求你，互阮伫这个主日祷教育主日的时，经历着上帝你的疼，经历着你的平安，经历着你的快乐。这时，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这时咱来启用，请曹小班带咱来念启用文第30篇。我举头看山，我的帮站对倒位来？我的帮站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会拄面，伊惜力的保护者会拄面，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引领，在保守你。即时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祈祷，请李玉恩、吴佩欣同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献上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祷告，求上帝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和乐。我也要为今天的主日崇拜祷告，愿上帝与大家同在，触摸每一个人的心，每个人都能得着神的爱。最后，我们要为主日学的师生祷告，愿今天的服事能蒙神悦纳。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的看顾，让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依旧身体健康来教会敬拜你。今天是主日学的主日，我们唱歌赞美你，读经服侍你，在主日学老师教导中分享天父的慈爱与恩典。我们感谢你成为你的儿女，求你看顾我们，让我们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家里做个懂事的小孩。我们荣耀主的圣名，小孩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圣经，请中小班。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两位，第一位是路加福音2章40节。这个囡仔渐渐大汉，日日勇壮，充满智慧，上帝恩惠甲伊同在。箴言29章17节。管教你的囝，伊会互你安心，搁互你的心欢喜。献诗，请主日学学生，因为献的诗歌是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讲到请夏牧师，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今日儿童的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咱搁一遍甲咱的可爱小朋友热烈扑下声，好无？小朋友加油！每一遍有小朋友参加咱的聚会敬拜，吼，咱会感觉讲，安尼规个礼拜堂啊，拢充满着活力，吼，充满着迄款的快乐的气氛。小朋友有可能无法当像大人安尼遐尔啊有肃洁整齐，但是因就是表现出因真水的纯洁、纯真、甲可爱。咱总真盼望讲，咱逐个人，迄个儿童囡仔时代迄种的快乐，拢永远伫地。咱若要伫信仰的顶面，伫咱的即个圣经的学习中间，去超找着迄个真诚的心，亲像细囝，甲咱的主有一个结连。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做祈祷。主爱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对你来的听，对你来的祝福，互阮今仔日通过儿童带阮做敬拜你，搁一遍来思考，阮爱用诚实的心，用听来服侍你，也愿你将你的听赏赐互阮，愿你咧服侍你的时，搁经验到你的气力，甲阮同在，产生的影响甲力量。愿你通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来一遍学习，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日儿童的福音是咧讲什么呢？今仔日咱伫台湾这个社会，拢比以早加倍咧重视细囝，加倍重视细囝。因咱现在每一个家庭有2个囡仔，安就感觉足知足啊，若有3、4个，感觉讲哇，迄家庭加足闹热，囡仔少子化是咱今仔日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咱要回转去到伫耶稣的时代，圣经安那描述主耶稣伊成长的一个过程。这2段经节是路加福音在记载耶稣细汉的时阵。伊的成长的情景，小等咱会阁加一遍来学习。40节讲，这个囡仔渐渐大汉，日日勇壮，充满智慧，上帝恩惠甲伊同在。40节是咧讲起耶稣细汉的时阵，伊甲伊的爸母，因为当时逃难有去到伫即个埃及，阁倒转来。40节描述这段的结束讲。耶稣伊安怎成长？到第52节又搁讲一摆，这摆是耶稣已经12岁啊。这是犹太人因12岁时阵爱去圣殿，等于有点仔成人礼的意思，去到圣殿伫迄个记述的结尾，有写讲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讲智慧甲年岁哪加天，上帝甲人哪听伊。而且我要通过这2段经文，甲咱3个学习耶稣伊来成长。这段经文咧讲起耶稣成长的三个的层面，就是细囝耶稣就对了就咱现在这好要爱小朋友，就差不多耶稣迄个时代的年纪安尼。咱拄则看到这个40节，搁另外52节。在描述，咱若搁较详细是了解到耶稣12岁的时阵，耶稣12岁的时阵，伊甲爸母去耶路撒冷守寒过节。伊记述有2项真互人印象真深啦。一方面就是讲，伊甲当时的这犹太的老师，遐教师、圣经老师安尼伫遐讲论，众人拢惊奇伊的聪明啦。12岁12岁，当囡仔若定，伊就充满着智慧，甲这犹太
圣殿内面遐个老师来对话咧讲话安尼。啊，这故事牧师做一点仔简单的描述。伊讲12岁的时阵，照因的当时的规矩，吼，啊，伊的爸母逐年拢去耶路撒冷守寒过节。啊，这个时阵，耶稣的爸母，吼，因住伫因家己成长的庄舍，就是拿撒勒，吼，啊，就到迄个时阵，讲照例啊来守节，但是发生一件。好，若是今仔来讲是儿童失踪事件呢，哇，儿童失踪迄足恐怖的啊！啊，竟然伫耶稣的时代嘛发生，吼，因要转去啊，大家拢会用迄经文来想象讲奇怪，啊，一个囡仔12岁啊，哪会带甲无去啦，吼，啊，而且讲吼，因转去到厝吼，啊，因拢爸母拢毋知，即个代志，搭咱的家己的逻辑思考有点仔无甲共吼。啊，爸母哪有可能3工拢无看到囝拢袂烦恼吼？啊，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就是讲，迄个时阵搬过节的时阵吼，人客，像咱台湾咧迎老节安尼吼，遐尼侪人，啊，可能有人就咧，因为这圣经无明写讲啥爸母3工无看到囡仔，唔知影什么代志安尼。啊，有人咧做庙，是因内底圣经无明写吼。有人讲，可能吼，因为大家家族啊、亲戚50大家相招啦吼。啊，12岁都走来走去啊吼，啊，毋是讲都爱牵伫手头啊。啊，所以有可能，是毋是讲爸母讲，啊，可能伊甲因的阿姑啊、阿叔啊，是啥物家族中的亲人做伙，啊，所以就无在意啦吼。大概有人即款的想法，因为伊有写吼，40节。啊，写讲，伊掠做伊伫东行的人群中间行一天的路程，啊，才开始伫亲人朋友中间来找伊，掠做伊伫群众的中间就对啦。吼，意思是讲，行到一天啊，伊想啊，都对别人啦，啊个囡仔吼好奇啦，啊对亲人啦，啊一天过才知影，啊，佫转去到耶路撒冷找伊，啊找到第3天，所以可见讲，当时耶路撒冷真宽真大，啊人嘛足多，啊找无。啊，到3天后呢，因遮像有即张图片安尼，发现讲，伫圣殿找到耶稣，啊伊讲坐伫遐个犹太人的老师的中间，啊讲会若听会若问安尼啦，啊所以听见的人拢真惊奇伊的聪明甲对答，啊伊的爸母看见伊感觉真惊奇，啊但是呢，伫迄个找着啊也惊啊欢喜的中间呢，有搁一个对话，嘛产生即段经文。互人大家足侪人咧研究，讲是安尼讲啊吼，啊，改成耶稣甲爸母对爸母因的话怪怪安尼。讲伊的母亲对伊讲：囡仔，细囝，你是安尼款待阮，你的老爸甲我非常着急咧找你呢吼。啊，耶稣因即句真特殊啦吼。耶稣因讲是安怎找我呢？敢毋知我必须爱伫我爸家安尼即句话吼。一个囡仔人，伊讲我要伫爸家，啊明明老爸就伫你面头前啊，吼！你的老母伫你面头前，是安怎讲？我爱伫我的爸家，但是咱现在知影讲，伊咧讲我的爸家就是咱的天父上帝。伫圣殿，伊伫遐，但是迄阵迄个讲话，我感觉怎么真突兀，讲啊，是大人遐着急咧找你，啊你来因安尼吼？但是可能咱无一个明确的答案，总是。圣经有记载哦，吼，伊讲因无明白耶稣讲的这个话啦。但是呢，咱若要讲耶稣迄阵是毋是有叛逆，并无这个意思。因为吼，第51节有应答讲，耶稣甲因倒转去拿撒勒，啊，事吼，伫遮，而且是因这段啦，吼，伊讲耶稣伫迄个耶路撒冷，啊，爸母毋知影这个代志，着急。但是耶稣因伊讲是安怎找我，敢毋是我爱伫爸家吗？即个因起来有即深的意思。伊毋是咧讲啊，爸母你找我不在意，是照着迄个时点要甲伊讲，我是属于上帝，我是爸囝，啊，我伫即个圣殿要印证我是上帝的囝儿，毋是咧威胁爸母啦吼。因为咱若注意甲看，即段经文有后壁有印在讲。51节吼，伊讲耶稣甲伊的爸母转去拿撒勒，事拢安那，
顺从因。啊，所以意思毋是伊，就是人讲一个搞怪囡仔，也是一个处处拢甲爸母咧作对的叛逆少年，毋是啊。伊讲，等于到马纳撒勒伊的成长的家迄个故乡，事事拢真顺坦因。但是即句话玛利亚真深的印象，所以讲甲即件事拢记伫心内，甲即件事拢记伫心内。咱若是印证讲后来耶稣行往各各他十字架的路，玛利亚伤心艰苦，但是伊知影我的即个囝儿，因为伊要怀耶稣的时阵，天使甲伊讲过话啊，对毋对？天使有甲伊讲过，你要对圣神怀胎啊。所以伊甲遮个事甲做伙，无认为讲耶稣是安尼搞怪。耶稣是安毋听话，耶稣定条工要甲爸母对家，也是讲爱耍爱佚佗，伊都毋是走去打电动咧，也毋是走去看好奇看人演戏啊、歌戏安尼，毋是啊。耶稣是坐伫圣殿甲遮个经学师伫遐咧论战呢。所以咱若对遮个事，搁来配合即句话，讲伊等于到拿撒勒，事事拢顺坦因，所以耶稣是一个安尼。有效的囝儿，咱嘛看见圣经无记载的一段，讲是安那耶稣会到30岁才开始出来服侍。有真侪算讲毋是伫圣经正典内面讲的，伊咧讲起着耶稣检查伊是大囝嘛，所以伊爱烦恼照顾伊后来伊的爸母所生的遮个小弟小妹，爱照顾料理即个家庭，但所有世间的事拢安搭好势，伊才开始出来服侍上帝。然后这段话讲倒转去拉撒勒，伊老母记着这样事了，才讲起着伊成长的记载，当咱若看见这个路加福音42章40甲50同款的话咧描述耶稣的成长，咱会使讲。耶稣的成长，差不多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细囝，每一个基督徒的囡仔成长一个标准的版本就对啦。因为伊记载着伊3个方面的成长，记载着3面的成长。第一个就是讲，耶稣渐渐长大，而且勇壮起来，渐渐长大勇壮起来，表示伊伫伊的原生的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家庭。若要讲细汉伊。应该有的营养，伊的作息，也是讲伊身体锻炼拢真充足。我想即款的方面，伫咱今仔日即个社会，健康啦、营养啦，也是各方面的卫生对咱的细囝的照顾，实在是无啥物问题才对。等到今仔日，咱若看见现在，足侪爸母咧烦恼囡仔，是咧烦恼啥货呢？现代即款真侪化学的物件，即个环境的污染，看见有时看到真侪爸母烦恼囡仔啥啦，烦恼迄过敏有无？迄过敏有时是安尼呼吸器官的过敏、皮肤的过敏安尼，所以真咧烦恼济啦，毋惊讲无营养，毋惊讲无够额的经费来家请养，有时是即个社会新的一个条件，对细囝的条件。佫何况讲，亲像现在即个新冠疫情嘛，是拢一种的条件。但咱知影讲，头一个成长就是主耶稣伊伫温暖所疼的家庭来成长，各方面有真水的成长。第二，主耶稣伊充满了智慧。圣经记载讲伊充满智慧，表示讲伊伫伊的家庭，伊伫会堂。伫教育的顶面有得到真好的学习。犹太人是真重视迄个家庭教育的，真重视。迄比任何的民族拢真重视，因为因家庭的教育就是甲因的信仰拢完全结合起来。所以耶稣是安那12岁会当去甲迄个圣殿遐个经学师、遐个教师安尼谈论。一定是伊已经有领受到这款圣经的知识、智慧。咱来记真耶稣的时代
无像现在细囝遐方便呢。啊，莫讲上网啦，吼，莫讲啊遐手机啦。耶稣的时代要看到圣经都无简单啊，因为迄个会堂吼，都敢若迄羊皮记载圣经啊，啊无逐个人一本啊。啊，所以耶稣的确是以真旨意、真主意，伫厝内接受父母来谈论因这犹太人的传统甲教士律法，啊去到伫会堂足认真听这圣经的老师来甲因讲起早前圣经的故事，也是讲因的祖先做上帝会互因的见证安尼。啊，他上重要的是这点。伊讲耶稣得到上帝甲众人的疼甲喜爱，上帝疼伊，众人欢喜介意伊。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小朋友今仔日来到遮来，用因所学习的带咱来敬拜上帝。咱其实毋是讲哦，用因即个表演真好，表现真好，啊，所以哦，甲因学了拍拍手，毋是，是互因用一个具体的象征，要互父母看见。要互这个主日学老师看见，这个细囝要学习亲像主耶稣，因是真正得到上帝的疼，得到众人的疼，啊，所以是甲上帝伫属灵的顶面真亲密。咱看见细囝撒母耳，伊伫细汉安尼，抑阁毋是捌代志捌真多的时阵，伊就听见上帝的声，听见上帝的声咧叫伊，表示伊的心灵是真清气，心真纯洁，所以上帝的声伊听会到。咱的细囝，咱毋通限制因，毋通限制因的迄个发展哦。有时因会听见上帝的声，咱毋通甲伊当作讲，哎呀，迄讲迄无事咯，你讲迄乌白讲的啦。上甲你讲这毋是，你爱互伊讲，啊，你听到啥？是安那你会听到即个？有时细囝因的天线哦，比咱大人搁较清楚，你敢知影？啊，所以。甲上帝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咱基督徒，特别是咱做父母的、做老师的，爱互伊去发展的。意思是讲，教伊甲上帝讲话，毋是咱替伊讲。啊，而且，咱若看见一句话真宝贵啦。伊讲众人哪听伊，是众人拢听伊。咱知一个囡仔活泼，也是恬恬，迄是伊的个性的表达。但是一个囡仔所以会得人听。大概不出于这个原因啦。第一就是讲，真有礼貌，真好喙水，啊，对士大人、对长辈尊敬，啊，而且反应真好，啊，袂伫迄个无适当的所在发脾气，也是讲吼，安尼照伊家己的迄个想法，啊，无要听大人的话，啊，这个部分吼，哇，若要讲上歹教，对毋对？上歹教，因为有时教袂来呢。所以，父母、老师用祈祷将伊交互上帝，互伊成做上帝所下意的、上帝所疼成长的模样。啊，有时咱有看到咱教会，也是咱厝边头尾，也是咱亲人吼。遐囡仔咧真古锥啊，讲话啊真优秀、真水，咱嘛讲啊，这囡仔足得人疼，有无？足得人疼安尼，啊袂互你烦恼，颠倒是讲啊，这个囡仔实在是真乖，啊，咱若搁学落去就讲啊，恁这父母实在真贤教安尼吼。有影实在是囡仔无共款的个性吼，毋是真正大家拢贤教才会安尼啦。有时伊的成长吼，超出咱人的规律。咱来学习讲上帝啊，我将这个所听的囝儿交互你，愿你照你的旨意。愿你照你的听，愿你照伊所创造伊的一个本性，互伊大道发展，吼，上帝你听伊，众人嘛听伊。啊，这款的囝儿，耶稣就是得到这三方面的成长。啊，可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小朋友调工老师用足侪时间来甲因训练，啊，用台语来读圣经，用台语来读课文。迄毋是简单的事啦，今仔日个社会。但是因安尼学习就是讲，咱真仰望今仔日儿童的福音，毋是照大人的意思哦。今仔日儿童的福音就是讲，互伊转去甲上帝迄个上
美好纯洁的关系。咱甲伊引导，但是伊是甲上帝建立关系。顶日啊，咱礼拜四总会特别招南台湾遮正中会或者教会代表照咱教会地下室迄个所在来举办一个演习会啦伊演习的主题是咧讲青少年。事实甲今日咱的细囝嘛共类似啦，其中因在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啦，讨论中间有一个主题叫做讲，咱教会咱遮个做决策的人、做长辈的人，也是讲做领导者，咱在发展青年事工、儿童事工，到底呢？咱遮个时代，咱遮个长辈甲遮个青年的距离是偌远，安尼就对啦。意思讲，即马问题来啊呢？囡仔想的甲咱大人想的无共呢，伊爱甲咱想的无共呢，伊发展的方向甲大人无共，所以咱教会要安怎甲青年有近迄个距离就对。这是其中讨论分组讨论一个主题。我听见一个牧师咧整理大家人的报告中间讲一句，我印象真深啦伊讲阮即个小组内面有牧者发言啦讲有影，咱用尽足侪办法，办活动各侪好玩的游戏、好玩的节目，要互青少年、互囡仔甲咱做伙大家打成一片，快快乐乐安尼。但是伊讲，咱毋通袂记咧。这打成一片是真好，但是你若无将伊带来甲上帝有一个近的距离，有时你款打成一片，时间过就无去啊。时间过就大家再见啦，因为大家咧成长嘛。你也无定定伫伊的身躯边啊。有可能以后真做一个我怀念青少年时代，怀念我儿童时代，我甲倒一个老师偌好倒一个老师足疼我甲我。哇，无话不谈，我足怀念的，连怀念都无定来做伙啊。意思是讲，咱做老师的，咱做青少年的辅导的，你甲伊拍关好的关系，迄是基本的。但是，一项袂当欠的，就是你互伊甲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伊到任何到什么所在，你无伫伊身躯边，有缘甲主亲近，这是咱所讲。听儿童需要福音，咱拢知影儿童教育一般的学者咧讲有4个成长的群体，头一个就是家庭甲家族。一个家庭培养出来囡仔的气质，拢无啥相像，你拢知影咱一个社会中间什么款的家庭什么款的背景囡仔成长就无共款。有时咱看到囡仔咧讲的话有时咱听到囡仔有时无细就讲到迄粗话你就讲这个家庭内底一定是大定来讲这囡仔学着足紧的你要甲教讲唔通讲袂赴因为学起来是讲话有些话讲话较粗俗所以家庭甲家族迄是第一优先的。第二，咱知影讲，这个儿童也是青少年，伊的朋友甲伊同伴嘛是学足济啦，学足济。我印象真深，我囡仔时代，我的家庭就是信主伫阮的。伫教会周围拢是遮基督徒，但是去学校拢甲遮囡仔做伙迄阵庄脚囡仔冤家相拍啦，讲歹话一大堆啦。有时阮会无说去学着歹话转去父母骂惨的，讲你后摆袂使阁讲这表示讲你会受到你的同学你的迄周围的朋友影响着，甚至过来是咱的厝边咱。咧共一个社区，搁一个较正规的，就是咱伫教会、甲伫学校。所以做父母的，你会当影响的偌济。事实咱知影讲，即个社会就是爱一个整体美好的环境，迄个囡仔成长才会水，才会好。现实话，我有看到迄个犹太人因咧教育细囝真有真好的即个印象的故事有2、3项，感觉印象真深啦头一个犹太人咧教育伊的囝儿一本册咧讲起讲，
犹太人吼，咱拢知影，即个大概拢是一个常识，也是讲大家拢了解。全世界吼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上悬的，就是犹太人。世界吼上好野的吼有10人，吼10个吼，要5、6个拢是犹太人，足奇怪啊！啊，讲奇怪，这个人，犹太人是毋是天纵英明啊？照专家研究讲无咧，因的智商嘛是甲一般人相共，有时咱台湾人嘛袂属意啊。咱台湾的科技发展嘛足高啊，但是因讲吼，犹太人特别伫科学、伫数字、伫做生意，吼，甚至伫哲学迄方面有发展吼。因讲甲因的信仰有关的，讲即个发现佫真有意思啊，吼。是安怎讲呢？因为咱知影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上帝看会到袂？上帝无形无相哦，特别是10条诫明明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所以父母要怎教因的囝儿讲上帝伫倒？伊讲从细汉就是互因操练迄个抽象思考，啊，这真有意思吼。抽象的思考，啊，所以因要想象一个看袂到的上帝，伊的疼，伊的恩典，吼，啊，所以咱看见圣经有真侪咧描述上帝的属性，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对无？啊，这话拢是咧描述，互囡仔去想象因心中的上帝。伊讲即款的操练，伫即款信仰的操练，嘛无形中训练着因的囡仔伫教育的背景中间，有真侪毋是实体的物件，因爱用头脑去思考、去逻辑啊、去组织，啊，才会成做这个世界一个真好操练的所在。有一个故事，可能真侪人听过，圣经内底无记载啦，但是伫因的传统的即个犹太人的典册内底有记载讲，阿伯拉罕啊，伫细汉的时阵，伫伊的故乡，吼，伫伊的故乡啊，伫迄个所在来甲伊的老爸啊相处的一个故事，就是拍破伊的老爸的迄个做的偶像的故事。啊，咱知影讲犹太人有一款的思维，对迄个阿伯兰伫囡仔时代。甲伊的老爸相处就知影，啊，所以咱知影讲犹太人伊真严格拒绝迄个偶像崇拜，啊，因的表达啊，甲因相信上帝拢是伫抽象即个领域内底。啊，囡仔伫细汉的时阵就信仰教育，因伫目睭无看见，看袂到的上帝，因都爱用逻辑思考，啊，所以后来伫数理逻辑啦，伫哲学方面的能力拢真悬。咱知影阿伯拉罕，伊的老爸叫做塔拉，伊是那阿的第9代孙就对，因原来是住伫迄个加勒底的迄个俄女，就是巴比伦迄个所在。啊，遮今仔日哦，迄个俄女的所在已经有人用考古啊，甲发现到吼。啊，迄个犹太人的迄个记述内底有讲，阿伯兰的老爸吼，较早特别是伫约书亚有记载讲，伊伫河大河迄边拜祖先有拜神明啊。敢若记载安尼啦，表示讲因迄阵也毋捌上帝，啊，所以拜偶像。啊，讲起着阿伯兰的老爸，原来是家己咧请偶像的啦，吼，伫雕刻偶像的。啊，有一摆吼，因厝就是咧卖遐像店面咧摆相咧卖人的就对吼。有一摆因为伊的老爸塔拉啊要有代志要出门，啊就讲阿伯兰，你甲我斗顾店吼，啊，这个相吼。啊，顾好安尼，讲有一个人客来问啊，问伊讲啊，我要买一个是神像摕转去拜安尼。啊，伯兰安怎甲问呢？伊讲你今年偌济岁啊？啊，伊讲我8、9、10啊咧，吼。啊，伯兰安怎甲回答伊讲，你8、9、10岁，啊，这神像是昨昏阮老爸咧做好的呢。啊，你一个90岁要拜一个1岁插头囡啊！我煞甲印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后来讲，即个故事讲阿伯兰摕迄个一支叉箍吼，啊，甲所有偶像拢讲歹去啊，啊，剩一个较大的吼，啊，一声较大的无甲讲歹，
啊，甲迄支锤啊吼，甲放到即身五常的手的安尼啊。吼，伊的老爸吼，一个转来足生气的就对啦，足生气的。我你谁啦？甲这个伤公开了，这拢我咧趁钱的所在呢，趁钱的物件呢。阿伯人甲咱甲应啊，伊讲无啊，毋是我讲的，是即仙大仙咧甲讲的，即仙大仙甲讲的。伊老爸气甲，咧气都气袂煞，佫气听安尼讲愈气，讲欺负处理，哪有一个插头会讲做这代志啊？安尼，插头免若可能讲歹遮的其他的偶像呢？啊，阿伯人就应讲吼，啊，就是咧，你讲这插头吼，无可能讲歹伊，啊，你要哪拜伊啊？你是安要甲拜？表示对迄件事内底，阿伯拉罕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建立出伊对上帝一种的学习，看袂到的上帝，这是伊所要拜的上帝。难怪讲后来，创世记12章记载，阿伯兰受上帝的呼召，讲你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地，去到一个所在来敬拜我。第二个故事咧讲起安怎呢？真趣味哦。犹太的儿童吼，因有咧学习体验什么？囡仔开始咧学物件吼，伊的老师、爸母都互囡仔有一个观念，讲学习是一个足甜蜜的代志，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今咱台湾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咱拢知影讲吼，囡仔对细汉爱。安尼快快乐乐开始进入到5、6年开始入国中吼，你就知影讲要读册实在是，哇，迄天大地大。咱若讲叫咱这大人搁转去迄个时代，你嘛无爱对毋对？但是你用甲囡仔讲哦，你无读袂使，这基本教育、这义务教育，你无读袂使。甲我乖乖啊，甲作业做好。啊，所以足侪囡仔是伫是大人的一个权威的下面吼。啊，若照听你的话就好啊，读后来成功啦。但咱拢无看到讲足侪无成功的，你敢知？就我无爱甲你读啊，读啊足艰苦的，啊我无适应，爱要安怎？伊咧讲犹太人啊，因安怎教因的囡仔呢？学习一项亲像蜜遐尼甜的事啦，所以犹太人无去强调讲这是义务教育，啊你无读袂使，你要为着是大人吼，互是大人有面子，你要甲我读较好，毋是？因伫囡仔去学校读册的时阵，先感受着讲读册知识是一个甘甜的事啦，足甘甜的事。啊，所以因安怎教呢？真古锥。伊讲，迄老师吼，一个去到学校，囡仔都拢暗捌嘛吼，伊就教因希伯来文22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啦吼。啊伊吼，就是用笔啦，用笔运笔吼，啊甲迄字母写起来。啊，甲叫小朋友吼，去用甲抹来治你的喙，讲哇，足甜的。啊，老师甲教讲，你看，学这吼，像蜜一样甜的安尼，就是要引导讲，你要来学这吼是足趣味的，就对啦吼。啊，后来佫用迄个白糖吼，啊甲画伫迄个饼的顶悬，啊用迄22个字母，啊互囡仔去食，啊嘛有用因。犹太人上大的一个象征是大笔的星，吼，啊，伫遐来描述讲，学物件是足快乐的事，足欢喜的事，啊，你足意爱要学。哇，迄犹太人因就是互因有种发展，所以犹太人吼，在教育囡仔是要互囡仔问啦，毋是讲囡仔你点点毋通听，茫有耳无喙，袂使应。我讲啥你就啥，毋是。囡仔愈够问吼，爱学习成绩愈好，愈甲老师吼。辩论的是愈够安尼，人因的教育是安尼，啊，所以吼，真有意思哦。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母啦吼，字，拢有伊的发音，啊22个，啊伊就是用迄个糖用笔来写遐个字，啊，互囡仔食落去到就讲哦足甜，啊我要爱要学安尼吼，你实在是做时代做老师的是足有迄个吼，足有迄个意思哈。这个字就是写拢就是平安的意思啦吼。啊，写拢伊个字就安尼写，啊伊字母是对正平对倒平去的哦，毋是咱写字是倒平对到正平，是正平到倒平安尼吼。啊，这是大笔的星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大笔的星就是以色列国旗，以色列国旗吼。
啊，他若是安尼哦，因是犹太人因伫迄个三堂的中间，就培养对信仰的教育。意思是讲，犹太人咧食物件吼，神圣甲信仰有关系。咱知影因食安孝日的迄个暗顿吼，是足用心的，而且一摆食吼爱3-4点钟呢。啊，也食也讲故事，也食也讲起迄个圣经的假事。啊，所以咱拢知影圣经内底亲像《申命记》啦，啊，迄个利未记啊，真侪记载什么？讲什么会使食无？吼，什么袂使食？哦，迄拢足多的就对啦。啊，所以吼，犹太人因的观念就是讲，干那顾食吼，人无价值，是为什么来食较重要？意思讲啦，咱食饭食饱饱，迄是小事啦，是为什么要食？啊，所以呢，因就是用感谢上帝做基础。意思食三顿吼，是用感谢做基础、做关心的。啊，咱总知基督徒，或迄个犹太人因家爱食迄个洁净的物件。所以你若注意啊看，咱知影讲现在吼，咱台湾这边较注意讲迄个回教，有无回教的认证有无？你有一寡餐厅打一个回教的记号，讲阮这间内底吼，所有的油、所有的食物吼，拢无迄个甲猪肉无关系吼。啊，迄间啊认证了吼，回教徒才敢去食。其实犹太人嘛是有有犹太的认证，因为犹太人吼，因嘛是无食猪油啦，无食猪肉，所以你有时物件吼啊煎甲芳吼，你甲伊讲这用猪油做吼，我就惊啊，毋知人去啊。因嘛袂使食迄个啊，人讲无反刍迄种迄个动物啦，啊因嘛无使食虾啊，啊所以吼，什物虾饼啊啥个拢袂使食安尼。但是因的囡仔最细汉就感觉讲，我是要遵照这个教示、这个规律。意思是讲，因的教示囡仔的时阵，对细汉就是伫餐桌的顶面学习感恩。所以咱基督徒，咱也是会晓伫食饭桌，迄是上好教育的所在。啊，毋是安尼食白白三碗三喙还就走啊，安尼毋是，是因重视这个餐食安尼。兄弟姊妹。最后，我要期待咱兄弟姊妹，咱的家庭，也是咱的这个教会，咱是营造一个美好信仰的教育的环境。圣经箴言29章17节讲：管教囝儿，伊会互你终上生平安喜乐啦吼。啊，这是这个中文的这个经文。啊，白话字是讲管教你的囝，伊会互你安心，佫会互你的心欢喜。管教，迄是士大人、老师的责任。望咱大家人有即款上帝来发的恩典，互咱的教会、老师、家长、社区做伙来祝福咱的细囝，互主日落的教育更加美好。咱拢知影台湾即个社会吼，有人研究讲有3方面的比以早的即个社会吼有较无好的发展，就是叫做孤立化，3大的孤立化。什么孤立化？就是讲咱的家庭结构简单化。第2是咱的邻里的关系疏远化。第3是社团的参与下降化。啊，这是一个数字，我就无明讲啦。像家庭结构是哪简单化？伊讲结婚了后无甲爸母带做伙，台湾已经占76%。意思讲你家己一个家庭你的阿公阿嬷无伫身躯边的占上济啊。啊，若甲先生的爸母做伙大，他占21%，啊，甲太太的爸母做伙大1.4%，佫较少。伊讲安尼简单化，所以简单化就是讲伊迄个家族的规律减少去嘛。第2是邻里的关系嘛疏远化，就是讲咱厝边头尾一大堆人啦，吼，咱伫市内，但是呢，伊讲无提供协助的，你讲你的隔壁厝边无咧甲你任何帮衬的，占60%。啊，有时定咧甲你帮忙的，咱厝边头尾互相照顾。我要出门吼，甲我斗顾问的，即款的5%若定。啊，有时加减有的，那34%，是讲加减啊，都拢一寡陪仔会帮忙。表示讲
较早咱伫庄骹迄种厝边头尾互相照顾的，愈来愈减少去。而且咱若无父母特别的要求吼，参加社团嘛下降化。讲大概咱现在台湾的社会，这个家庭无参加社团活动的占75%，有参加的才占44%。表示讲，意思是讲囡仔也来教会，这就是社团的一种关系嘛。咱台湾竟然占75%，安尼即话，这拢是咱大人的责任。咱拢知影讲，最近台湾因为面临着中国的威胁吼，咱足侪咱的时代，咱遮的社会，遮领导者拢咧讲吼，咱爱为着咱的子孙准备一个水平安会当长期发展的台湾，互咱的子孙啦。我相信其中少子化、家庭孤立化，囡仔要安怎伫咱正人大家的听顶面来长大，这是咱教会更较大福音的责任。真欢喜咱看见这老师足用心，咱2场礼拜爱加倍老师。咱瑞平牧师来就任，嘛是伊的真大的一个分量，是要关心这主日到青少年的成长。咱拢望咱兄弟姊妹大家斗用心，互囡仔伫家庭、父母伫家庭照顾世界以外，教会正做因一个伫社会成长中间一个上大的一个规律。期待咱大家较侪关心，特别是有人参与伫即个老师的教育吼，才会参与伫遮义工帮助细囝成长，有时是你家己的囡仔，有时是我的囡仔已经大汉啊，我用啊，我会当来帮忙，这拢是咱大家作为努力的所在。但兄弟姊妹，下面咱要来吟首回应的圣诗，咱才做伙来祈祷吼。回应的圣诗319首，咱坐咧吟就好，319首。然后咱后壁面阁有一个请安报告吼。有请安报告安尼，319首细汉囡仔的朋友，有那是囡仔歌，但是足轻松啦哈。细汉囡仔的朋友，什么人？什么人？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我主耶稣。较早咱旧的圣诗讲是字罪吼，大家听无啦，所以起码变做什么人安尼吼。来，咱请琴来带咱做伙唱。咱拢邀请来，细汉囡仔的朋友，什么人？什么人？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我主耶稣。好山那起关的主，好山那起关的主，好山那万王的王，来给了，来唱第三站，细汉囡仔的救主，什么人？什么人？细汉囡仔所我靠，是我主耶稣。好山那起关的主，好山那起关的主，好山那万王的王，来给细汉囡仔朋友是主耶稣，因为即位咱即个时做一个短短回应的祈祷。第一，咱为着咱教会的主日道的教育，有较侪听主的老师来做参与伫教育。咱求主祝福，互每一个有细囝的家庭、父母有上帝所予因的恩典，用着信仰，亲像主耶稣细汉成长迄个水，三方面拢白白地成长。就是有智慧、身体勇健，上帝甲人拢听伊。咱也为着咱的主日道总会、中会主日道教育来祈祷，求主互咱而且所有的计划、事工拢大大顺遂。第二部分，咱伫即个风台来的消息，求主保守大家出入拢平安，疫情会当得到控制，咱家庭兄弟姊妹。亲人拢平安，特别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献上祈祷。
咱也为着咱教会咧推动的这个幸福小组，会当推动顺序，侪人受感动来接受主，咱大家做伙为着这事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听阮，你让阮领受到这款的祝福。但阮为着细囝因的成长献上感谢，为着阮每一个家庭有真水美好信仰的教育，伫时大人用主的话来教导细囝成长，也特别求你保守，互阮伫所有的这教育环境、主日落的学校的环境，拢大大得到发展，来献上感谢。主啊，为着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伫这疫情还未消散时，求你保守阮身心灵拢有平安，特别伫阮所行所做，逐项有上帝你美好的听。愿主的平安赏赐伫阮众人的中间。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弟，求你施了你的医治，施了你的看顾，互因恢复健康。伫你面前，阮甲你感谢，愿你施恩赐福伫阮中间。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伫咱这个祈祷所，咱有先有一个见证哦，吼！咱要请咱的小朋友黄之恩小朋友来做见证，来亚麦克风，要用这个，安尼较低小看来。那个泡泡一个好无？小朋友来，好，小朋友来，请来这边，来校长陪他没关系，来。来，扭起来，好。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黄之恩，在疫情期间，记得在线上观看来台湾宣教士的故事，借着他们的脚踪，带领我们更认识主耶稣。其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冬瓜奶奶孙理莲的故事，让我知道只要有信心，事情一定会成功。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说，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比其他所有的种子都来得更小，但是把它种在土里，就会长成一棵大树，而变成天上所有小鸟的庇护所。我记得在学校参加大队接力的时候，我被安排在第一棒，完全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如何起跑，非常的紧张，没有信心，甚至在跟其他班跑练习赛时，起跑时跑得很慢，害得班上的成绩不好。然而，我想起冬瓜奶奶的故事，就跟主耶稣祷告说，让我有信心去完成这项运动吧。也让我知道要如何去练习起跑和传接棒。在跟班上同学和老师不断的练习之下，我变得比较不紧张了。最后也让班上的成绩有所起色，在我心中充满着力量和信心。虽然还是会紧张，但是我知道要跟主耶稣祷告。我所遇到的困难和状况，都会在主耶稣的保守之下，让我可以更有信心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和恩典，我知道我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耶稣带给我的是不动摇的信心，并且在努力与预备之下，经历上帝美好的祝福。感谢主，谢谢大家。这是咱来奉献。
首红红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请安报告，请主任校长甲吴佩安同学。
到了线上主日学。谢谢大家影片的欣赏。那我们现在请那个同学来请安。大家好，我叫吴佩安，我现在是主日学高小班的学生。我是从4岁的时候来到主日学，一开始我觉得很陌生，但是久了之后，我就渐渐的可以习惯主日学的环境。我在主日学有唱诗歌、读圣经、听故事、背经文和表演，有多元的学习课程帮助我成长。我很喜欢来儿童主日学，因为老师都会帮助我，让我觉得很开心。欢迎更多小朋友加入我们主日学，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牧师，各位兄姐平安。真歹势吼，我台语实在是就歹吼，因为我细汉无来塔富强主日学，所以我袂晓讲台语吼。好，那我就不好意思，就让我用国语哈。那从刚刚的影片，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我们平常主日学的样貌。那在富强教会里面，有一群为年幼的孩子摆上自己跟代祷的同工，还有老师们。但是我们真的很不足，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的传讲真理的口，然后宣讲基督奥秘的时候，能够有圣灵从圣灵而来的恩膏，能够贴近我们孩子跟触动孩子的心。那我们也看到在富强教会里面有一群家长在家陪伴孩子，然后建立家庭祭坛，然后陪伴孩子读圣经，或是建立对神有敬虔的心，这些都是现今很重要而且极需要的家庭活动。那让这些生活在追求快速变动、价值观扭曲的混乱世代的他们，能够从小扎扎实实的扎根在神的真理，就像一棵树栽在沃土里面，屹立不摇。日后等他们成长茁壮之后，能够成为我们台湾下个世代关键的领袖。
那如今现在疫情已经走到现在已经走到疫情的后疫情时代，请家里面如果有幼儿园年纪的孩子到小六生的这些孩子，请你们期盼，我们很期盼他们都能够回到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让他们从小浸泡在真理信仰的环境当中。最后我们很感谢夏牧师一直以来对主日学的关心，还有谢牧师直接的协助我们主日学的孩子跟老师在灵性上面的一个陪伴。那也很高兴瑞平牧师加入我们主日学的行列。那最后恳请大家将主日学的这些孩子幼囝们放在心肝内底哈，恳切的为这些孩子们祷告，因为他们环境实在是太快的变数哈，所接触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谢谢大家，也谢谢今天大家对我们的孩子所做的每一个正向的回应跟肯定。好，谢谢。咱做伙来读本话经句，罗马书14章4节。你是自罪地议议别人的奴仆啊！伊徛在，也是跋倒，自然有伊的主人伫地。若是伊要徛在，因为主会互伊徛在。4节报告。后礼拜主日礼拜主礼，詹瑞平牧师，其他事项当工请看周报。请看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本主日10月16号是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由儿童牧区主日学学生负责2堂礼拜服侍事工。请兄弟为本教会的主日学事工代祷，欢迎利用奉献地为中会甲总会逐项经费奉献。第2，本会第5期幸福小组 Best 进场第6周，请为各小组团队福音勇士守望代祷，也求圣心感动 Best。拍开因接受福音的心。第3，本会定伫后主日10月23召开定期小会，伫下晡1点30伫2楼会议室召开，请小会员备办心参加。第4，本会定伫10月30举行相连主日甲敬老会，敬老名单请参考周报。第9页，若有漏交的，请联络办公室做更正。第6，本会定伫12月11主日举行圣餐甲洗礼式，鼓励要参加洗礼的会友，伫11月27前到行政中心摕报名单完成报名。第9，其他消息报告。本会后主日10月23举行移地祈祷时间，请兄弟准备心，到时会当到台前接受祝福祈祷，求圣神医治。周报其他消息，请夏牧师补充报告。补充哈，咱真欢喜，咱的这个诗会延伸吼，台语真标准哦吼。咱甲拍拍一个好无？来，延伸加油！讲到这样，顺续报告啦。咱延伸是咱新的干事小婉吼，小婉的大汉查某囝。小婉对这礼拜今仔日开始开始伫咱教会做服侍、做干事。咱请小婉搁热手一下来，欢迎哈，拍拍多谢伊。咱今仔有2位新朋友来咱中间，一位叫子布尔，子布尔在这边，欢迎你，嗨，欢迎子布尔。伊东门教会啦，台北，伫东门教会，欢迎你，伊甲摆动兄因做来，第2位是卓志明甲爸母伫遮无？志明，来欢迎你，欢迎你来。
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哈，好，啊，欢迎欢迎哈，欢迎，啊，因是新河教会啦哈，新河教会啊是咱伫咱信众长老遐咧服务安尼吼，啊，有几项牧师来报告啊来补充吼，啊因咱时间的关系，其他若无紧急的代志，咱就后壁咱家己来看吼。头一个就是讲啊，咱即个看家如团队吼，伊要伫11月12拜六下晡伫台北淡水教会来举行就任式项目吼。啊，因为较远路啦，但是若有要参加的兄弟，请你吼尽量伫月底以前，甲咱的干事报备，啊，咱通好回报吼咱的即个淡水教会啊，知影几个人要去参加，因为要按名额吼。啊，这点请大家斗关心啊，为着抗亚如团队伫遐的服侍来祈祷来代祷吼。第7点，周报第5页的第7点真重要，啊，咱大家关心哦吼。咱要伫今年的12月24号，就是拜六暗6点，咱要到伫迄个归仁吼。一间饭店叫做来归人饭店，要举行一个联合的圣诞餐会，啊，甲庆祝节目。啊，鼓励咱兄弟吼，你钱较万交袂要紧的，提早报名，因为咱通按倒声就对。啊，所以比如讲，咱公庙兄恁兜有5个，啊，就甲登记5位，安尼先甲登记落去。啊，咱先登记讲30桌满啊，吼，就要开放啊。开放讲，啊，我的亲戚也要来咧，吼，啊，我的朋友我要带伊来。甲咱圣诞节庆祝啊，吼！所以会友本职的会友，啊，甲伫遮固定咧做礼拜的慕道友，也是客职的，就讲你职无伫遮，但是你都伫遮咧做礼拜，一个交400块。你意思讲一道吼，一道是8000块啦。啊，你交400，啊，教会插400吼。啊，所以你也互教会请就对啦，吼。吼，30道赶紧登记起来。啊若开始满，就会使开放互别人啊！啊，所以你家己先想法来讲，我有好朋友，我亲戚，我要甲招来。吼，啊，若讲应该若50道满吼，佮继续看嘛袂要紧。啊，是惊讲疫情，大家啊，佮无惊吼。啊，大家祈祷吼，望即个顺序。啊，因为交通关系吼，有人家己开车拢无问题。到时会登记讲，我需要交通服务的，咱来登记。啊，到时咱可能会用请车队教会甲来载去遐，啊，佮转来安尼吼。啊，但即爱。后壁较慢到，咱来登记。啊，这点请大家开始配合。啊，咱毋通想讲要到才来就好啊。迄咱咧作业吼，足麻烦的，所以提早讲。啊，若佫加一个减一个，迄较好处理啦。像讲啊，阮兜都7个、6个，啊是阮要包一道，安尼归去啊，吼，好无？啊，大家斗帮忙吼。过来，咱伫即礼拜拜3吼，有一个杨道诺牧师的祈祷复兴会，啊，伫咱附近的。灵粮堂欢迎鼓励大家参加吼，是阴暗的7点半，阴暗7点半吼。另外，这个消息内底有咱恭喜咱本会这个戴婉如执事吼，伊经营一个民宿吼，啊，伫咱较早进前在迄个南门教会附近的一条巷啊，一条街吼，真水吼。咱意思讲，咱甲恭喜啊嘛，咱若有外口的人客吼，对外地来吼，啊要来台南市参观吼，会当甲介绍就对啦吼。后来咱其他的迄个教会外的消息吼，就是咱有一个青少年的演习会吼，要伫10月23吼，10月23今仔日后礼拜日下晡2点半伫大公教会举办，咱欢迎青少年事工、主日学事工的人派人去参加吼。啊，佫有青年牧养，咱嘛鼓励咱社青青少年有人代表去参加，伫11月初1。拜日暗伫即个咱的新学院的图书馆吼，遮欢迎咱大家。最后一项就是讲咱敬老会啦吼，咱教会为着要互伊一个较公平吼，咱敬老会伫10月30要举行，咱原则上就是甲咱的会籍有关系，就是会籍的长辈。第二是你固定伫遮聚会的客籍，也是咱的即个慕道友，咱名单拢放伫。即个所在，若有老高，特别是今年拄满70岁的兄弟，你来做登记吼。伫外教会，伫做礼拜敢若参加乡里团契，迄就无算在内，迄乡里团契另外加关心就对吼。若有名单绕口，也是年会写了毋对的，请咱大家来提出来订正吼。好，
咱搁一遍吼，真多谢咱这老师啊，足用心啦吼，该训练老师拢一礼拜拢爱2场礼拜拢爱服侍吼。咱搁一遍甲小朋友甲老师拍拍，嘿，谢谢。好，加油哈！咱第2场因仔要搁服侍哦吼。好，咱报告到这，咱来做结束来。来做结束，唱祝。祝祷请下牧师。不，唱颂荣，唱颂荣有没有？上赢389首，阿乐上帝至悬至尊。徛起来吟，咱徛起来吟。阿乐上帝至悬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山，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行诚信。阿门。祝祷请下牧师。咱三个来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引带，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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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大家请坐密祷来避讳。咱听小朋友祝福的诗歌了后，才离开，多谢。平安，平安，快点，对。是，嗯哼，你要讲。